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言牧师。7月19日，无限赛局的听见，你说我做。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0节。上主来，站在那里，像先前一样呼唤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，请说，仆人听着。美国植物学家George卡佛尔博士说过，我喜欢将自然界想成无线的广播电台，只要我调对频率收听，神就每时每刻对我说话。卡佛尔博士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，借着祷告，神向他显明许多创造的奥秘。当美国南方花生生产过剩，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，他从花生里面找到300多种人们未曾知道的新的用途。事实解决了美国南方花生产量过剩的问题。他说，因为大自然是神的作品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问作者。问作者，这位作者除了创造着大自然之外，当然还有一本，也就是圣经，神的话。神透过他的话语记载在这几千年，在圣经当中，使我们可以每天领受他的话语。但我们知道吗？在撒母耳那个时代，可是没有这么方便的圣经可以来阅读。那么他们怎么样接收上帝的话语呢？今天的经文3章开始就讲到，这个小撒母耳在以利的教导下侍奉上主。那时期呢，不常有从上主来的信息，更少有异象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老眼昏花的以利在自己的房间睡觉，而这小撒母耳睡在安放上帝约柜的圣所。天还没亮，灯还没亮，上主就呼唤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，是，我在这里。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喊我吗？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我没有喊你啊，回去睡吧。撒母耳就回去睡觉。然后上主又呼唤了撒母耳一次。那时撒母耳他还不认识上主，因为上主还没向他显现过。他又起来，他一直以为是以利在喊他呢。哇！然后这个以利呢就说，不是哦，不是我喊你哦，我没有喊你，你去睡觉吧。上主第3次喊撒母耳，他再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喊我吗？我在这里。于是以利他知道了，那是上主在呼唤着孩子，就对撒母耳说，回去睡吧，如果他再喊你，你就说，上主啊，请说，仆人听着。撒母耳就回去睡了。到10节，上主来了，站在那里像先前一样呼唤着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，请说，仆人听着。上主对他说什么呢？上主说，不久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不循环的事，使每个人听见都吃惊啊。那一天我要彻底执行我向以利家说过的话。我已经告诉他，我要因他儿子们恶言顶撞我，而且永远惩罚他一样。以利知道他们做坏事，却没有阻止他们，因此我慎重的要向以利家宣告的事情是，任何的生机或祭物都不能挽回这种重罪的后果。
如果我们像撒母耳一样听见这样的坏消息在以利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撒母耳领受了，也睡到天亮，起来开上主殿宇的门。他不敢向以利提起这个意象，但以利大概心知肚明啊。当然他就问了撒母耳说，上主对你说什么呢？于是撒母耳就按照原来所听到的说了，没有一点隐瞒。以利说他是上主，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做吧。撒母耳逐渐长大，上主也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了。全以色列人民从但到别是巴都知道撒母耳确是上主所立的先知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才短短的10几节21节，而我们看到原来那段时间上主是不常有信息的，也少有异象。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想不是神吝啬，不是神不愿意，应该是神知道人也不愿意听啊。所以我们想，当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话，是一件可怕的事啊。我们一直会做错事，我们好像远离了神啊。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跟他有通畅的关系。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撒母耳，因为在这样的时代，神已经用他的话记载在圣经，使我们透过他的圣经，我们每一天来领受。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引导，甚至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科学家，他也是透过大自然，等于是上帝所写的第2本圣经，是透过大自然所写的，是我们从中间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话语跟引导。所以这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或明白他话语的时候，应该想到不是上帝太吝啬，不想向我们显现他的心意，而是我们听他的声音还经验不足，甚至我们根本不看重神的启示，不愿意花时间静下来听，因为他听了，我们可能像以利一样被很多事情繁杂，然后我们也听不见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从各方面打开，从神的话、大自然、神的圣经，还有我们神应允我们直接祷告，他要来启示我们。我们人所不知道的，他要启示我们，因为他就是作者，不管是大自然这本圣经，或者是我们所读的圣经，更甚至他很愿意透过祷告直接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静下来听，而不是我们看完圣经任务完成了，我们祷告了，然后关起来，然后就走了。当然主说的话被我们关在我们的心门里面，然后我们人就走了。在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也这样说到他说，神启示先知耶利米说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就为要建立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启示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启示你那又大又难的事，怕的是我们不想领受，怕的是我们领受之后，我们对神的呼召呼唤没有回应。神既然让你我知道了，我们就是要起来回应，因为这是神的邀请。如果我们1次2次3次邀请我们都不回应很像以利神也告诉他了，但他
他就是不听啊，就没有来教导他的儿子，没有阻止啊，也没有积极去做。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中，我们能够好好来领受神的话，听见了，然后照着神说的我们去做。在这无限赛局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眼光，听见看见，然后我们就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。我们的一生真的就是到达那无限赛局里面那个喜乐跟盼望，我们不会被限制住。我们来默想，当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或明白他的话语之后，我们将如何来回应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谢谢你，你敞开你自己，你用各式各样的方式，你对我们来说话。但主啊，我们常常是自己听不见的。愿主来帮助我们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正如我们现在耳朵所听见的音乐一样。你用各式各样赐给人的智慧，使我们真知道这世上的各种的作品，那智慧都是来自于你。在这当中，我们要听见，主啊，你使我们有限的人生，有限的赛局，我们跟你无限连接时，主啊，我们有那个无限赛局的眼光，我们有无限赛局的听力，以致我们可以按照主你说的我们来做，使我们一生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，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，然后我们也起来回应神，说主啊，请说，我来做。我们明天见。